卓拜哦，杨轩戴帽子啊，戴帽子，戴个帽子，这杨轩。凳子，然后扎西，和尚，是第一个阿婆，第二个是王清，第三个连卓，第四个是罗桑，第五个扎西，第六个是凳子，第七个杨轩，第八个白鹤，第九个老虎，这个就不知道了。这还苏拉在那儿等着的，苏拉和葛上群真，哎两个，那边还有几个在直播的，还觉得那边直播。哎，这苏朗弹错，这还有这个两姐妹吗？啊，那个是银座在后面，银座。今天忙得星期一。戴眼镜的戴中，只有他一个人戴眼镜，余下的人是。这是谁啊？哎，这叫啥呀？突然搞忘了名字。我跟你说，我本来下星期来的，马尔康的。我们有培训，好，那就我请2个星期。哦，那你不是提到耍两？耍2个月啊！天天都可以来。不是石轩和不是，这跳得很好的，小苏拉那种感觉，比苏拉还黑一点。这搞忘了，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应该有加了抖音的，但是记不起了，太多了，关注太多了。
它不是舞蹈系的。太热了，我想把衣服要出汗了。他们都说的川普，包括他们说的普通话都是川普，因为都是说四川话的嘛，说普通话说不好，没有办法。为了直播，他们都说普通话，普通话不是正宗的普通话，就是四川的普通话，简称川普。所以特朗普跟我们比较有缘嘛，就叫川普。人比较少呢，还没来，才来几个人。多一个，有李长卓嘛，殷卓，然后杨秀儿、白鹤，然后多了双蛋错、李唐、戴宗。这个小七七。哎，一喜卓嘛在后边来，哎，好芒果在后面。一喜他在第一圈吧。啪擦打耳光的那种动作。这都两个，苏拉和他表妹。哎，你好。Hello。好乖哦。等会儿我问一下他抖音名字，搞忘了。都是很，他去年跳来的，今年上半年来的比较多，3、4月份的时候。有点像，对，就是高度一点啊，是吧？以前那个说的有点像，但是还没有确定啊，不好说。我没有，我另外一个手机也在直播的嘛，竖屏直播，所以查不到，现在没查，等会儿问他算了。玉珠
那像苏拉那个吗？不是小西西后面那个就像有点像苏拉那个嘛。啊，你像搞忘了，加了抖音都搞忘了。他以前你来了，以前经常来的吧？啊，他跳得很好。对啊，跳很好的那个，就是搞忘了，突然想不起来了。他那拍那个，看吧，他对啊，自拍他那个，嘿嘿。所以说谁跳得好，一下你看到，你看他舞姿嘛，像翁秀卓嘛也是。哎，昨天应该来了没来啊？他又走了，没在成都了。哦，对，认真做嘛，加抖音的就他好久没来了嘛，认真做嘛，对，认真做嘛。都是做嘛，就前面女的都是做嘛，男的是啥？扎西，就叫扎西算了。没下去看，还有吉祥生堂啊，你像这个那曲那个艺术团的那段时间每天都在跳了几个月，然后就没跳了。站近一点，因为我那个相机广角的，站远了这人都看不清楚。这个是谁呀？这个是麦吉，后面这个是上巴西，人真走马，老佛。
跑太快了，主要是不跑太快了。调过的，经常调。他调来的那个认真做嘛，来的不应该是冬天才来嘛，冬天才来，不到过年。小黑去老五，老五来了吗？哦，来了噻，在后面喊了小黑，就是看嘛，穿的黑衣服，老六的。老五的就是那种特征，就是跳了要休息一下，再继续跳那种，他不会一段舞全部跳完。还两个老六来了，老六和那个拉错回来，还有拉错，两个拉错。这个什么词？丽丽。老五、老六、老五、老六、老七、老四。
哎，影座还没进来挑嘞，影座在直播。最后一个了，什么？加油！来跑！这里，继续，还有机会，这里。跑太快了，然后间距拉得太开了，放眼的不理啊。刀郎队啊，李子柒。老五老六在一起。出暂时没来可以看到。
跑得好快嘛，跑得好开嘛。我想进入你了。吹没来，引出来了，中华吹不来。
可以吧？准备这个又准备丢了，他说整烂了吧？他就要整那个整烂了，可以吧？我还是不要丢。一起把衣服脱了吧，手黑就苦的。我去裤衩跑起来了，他就这样。看不到。对哦。阿伯跳的夸张一点啊！请过酒，很久没有跳那个。夸张一点的跳的，不是在跳的吗？没跳。说。
礼物跑得快了，把拉倒了，打倒。是没有，好久没跳了，应该没有，很久没跳了。这个是热瓦乡，热瓦乡，热瓦那个什么货庄。还有什么吉祥八宝也没跳了，还有以前的黑锦鹤那个，很多人没跳了。反正那个新歌太多了，藏歌现在太多了。那次我发了Google 那个网盘上面不是有吗？打包的嘛，应该有3000多首，应该有3000多首那个藏歌吧，太多了。跳舞了，一般以前说几百首我就觉得有点多，原来发给我那个文件里面那个音乐更多，听不过来呀。秋季等至扎西，其实吴京也差不多，但吴京一般没有安心的跳。
血雨果不子，这个跳的最多的，应该排第一吧，我觉得。第二应该是杨金兰姆的神谕。法语流行太多了，这刘德华嘛，张学友嘛，还是那些最经典的嘛，四大天王嘛那些嘛，新的没有多少，新的一般就火个1-2年就没有了，什么老鼠爱大米啊那些，还有那些就是1-2年就没有了。经典的还是80后。像那些电视剧也是最经典的，就是 TVB 那些年代的。勇敢！这还有地上爬的一个版本。他们以前不是跳段时间的，在地上爬那个，这转圈里面也是这个。上不来了。
今天欧莫没来，永吉没来，豆儿没来，玲玲没来。周茂初也没来，很那些。人生兴衰。噔噔噔噔噔。玉树一我，一我取真。
没来，对，应该在直播吧。当然不也没来，姜王木儿没来。我们部也没来嘛，永吉没来，太多了，还有好多没来。哎呦这。跳不跳？你跳不跳啊？没看你跳的。不跳了。没看到你。几点？9点过10分。9点过10分。你不用，我都不好吧？他今天还没回去，还在外面，还没回家。还没回家。哦。他应该100万的耍和他家。哦。结束。饼干，过来。对，只有1个多小时，只有1个多小时。人家100万的耍，啊？人100万的耍。对啊，在外面。人100万的耍。对啊，在外面耍，没回去，饭都没吃。啊。啊。牙齿给刷下，一点的味道。牙齿一点味道。水色滑，水色和水。来，海湾。哥。海湾，什么宝棒？我喊正他们顶到，哎呀，快顶到了。你们几点到的？我7点，我在外面在满地可医院那边吃东西吃的。满地可啊，行，金沙那边。满地可那边那个李记牙金王。